姐啊，我才偷偷问一下无，录影进前，你差不多一年赚偌济啊1000， 1000万。啊，姊你拢做啥物代志会使赚1000万？甲报一下无？你拢做啥物？做民望啊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青面鸟去啄着死鸟鼠，是啥物意思咧？青面鸟去啄着死鸟鼠，这句话你敢捌？你意思知无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在啊，就是迄个看无清楚的鸟，嘿嘿，找袂到迄个鸟鼠嘛。毋是找袂到，是去夹着。加死的。夹死的。是，啊来问这边不要紧。迄边足多，对伊拢会晓这边应该。啊，你一看都是吼。死啊！哦，一时好运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一时好运对唔对？哦，恭喜恭喜，搁加6000块哦，超过1万啊哦，12000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。其实这字面就足清楚啊，青面鸟就是讲目睭看无的鸟嘛，结果会夹着死鸟鼠，死鸟鼠就伫遐袂顶袂动啊，所以伊拄着就甲夹着安尼啊，所以讲一时好运安尼啦。